乾隆呢位陶瓷藝術家有着30年嘅外銷經驗，所以佢喺回禮之中分咗內同外嘅區別。往外嘅基本上以珐琅彩華麗為主，而內部係以青花、釉裡紅、粉彩為主。而呢一件泛紅嘅葫蘆作品呢，佢係內銷瓷器，佢應該底呢係落住大清乾隆御製篆書體嘅。但係佢呢度落住嘅係4字款嘅宋體乾隆御製，呢一款本身係外銷瓷嘅印章。有好多玩陶瓷或者玩古董嘅朋友咧，都話呢件作品係假嘅。其實呢一件藝術品咧係乾隆80大壽嘅時候，作為對各個國家嘅一個回禮。咁呢件作品叫咩呢？泛紅蝙蝠描金邊葫蘆，鴻福齊天作為吉祥話嘅清宋詞。流行於世，舊時頌揚人福氣極大，同天一樣。呢個詞出自於西蜀夢，這南陽排朔村諸葛，輔佐着鴻福齊天漢帝王。而呢個葫蘆上面咧描咗一圈銅錢，寓意係腰纏萬貫，比喻財富極多，日進斗金。而上面用真金描畫咗14個銅錢。14係後天八卦中代表坎卦，葫蘆起水納財，寓意百億財富如水一樣俾葫蘆吸納。乾隆80大壽點解用葫蘆作為一個回禮？首先喺清朝嘅時候，佢係以普通話為一個主要語言。葫蘆同普通話入面嘅福祿係諧音，因此寓意着福氣同埋財運。葫蘆嘅音亦都同葫蘆相近，而佢嘅外形圓滾有曲線。睇起身相當有福氣，加上入口小、肚量大嘅特色，就好似廣吸天地之氣，保佑人們健康長壽。葫蘆係由2個相同部分組成，將2部分組成一個整體，傳達着只有齊心協力。喺家庭方面係代表幸福美滿，因此葫蘆嘅寓意着家庭和睦，代表家庭團結同幸福。葫蘆係生長喺一個繁茂，一條藤可以結出好多個葫蘆。象徵着子孫滿堂、百子千孫、多子多福嘅寓意，亦代表着代代昌盛、世世繁榮。最後一點，葫蘆係一種可以驅邪慰正嘅物品，吸煞氣轉財寶嘅能力。就如鐵拐李嘅法器火葫蘆，佢既可以煉丹，又可以鎮壓邪氣。所以喺屋企入面咧，擺葫蘆咧可以防止邪氣入侵，亦都可以化解屋入面不利嘅氣場，保護屋企人健康同埋平安。所以呢件泛紅嘅葫蘆咧，最適合係放喺西南面，因為紅色係屬火，西南係屬土，而西南咧係每個屋企嘅守財位。上面有80隻泛紅蝙蝠，蝙蝠本身係代表福到嘅意思，亦簡稱為你嘅守財位，具有福到財到之意。而葫蘆本身有化煞納財嘅功效，所以喺你西南位出現咗沖煞位嘅時候，呢個係必須嘅佳品。風水係一種生活，讓生活成為一種信仰。